报道。另外，咱要来看在野党目前这个拿白合作是有关无共识的。国民党的侯友宜是讲，伊会等歌问题到最后一刻，也那歌问题的定义是来讲，那准歌后配是会当做伙来拍拼的。因伫最后杂志进前，拢会继续甲侯友宜来沟通。根据这个规划咧，国民党是打算要伫明仔载来公布副手，后日去登记。也那民众党是由黄珊珊明仔载先去领表，伫咧拜四也是拜五的时阵才会去登记。网络诈骗受害者出来投诉被骗上千万，害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到三港主持公道。侯友宜也将炮口对准执政党，批评无人看到人民被诈骗，顺势提出打诈政策。未来骗愈多，关愈久，部会整合组建打诈交叉伙伴，加强两化价国际强大机制。不过，即马大选登记期限愈来愈接近，外界各国关心拿白最后是不是合理？柯文哲既然60%民众都希望蓝白合作，我也等到你最后一刻，你想通了。都在你一念之间。事实上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整合在野的力量，不管是总统大选或者是立委层级这方面的合作，在时间底线之前，我们还是会努力进一步的来跟国民党沟通。双方虽然拢强调保留沟通空间，不过国民党按算支持中常会提名副总统竞选，侯友宜办事去登记。我定也是规划支持由黄珊珊代表领表，按算国体办事或者是拜五会去登记。我叫候选人的人选，我都没有设定是谁，最主要还是期待是大家一起合作嘛。民众党的立场当然是没有侯科配这个选项，但是如果是柯侯配的话，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。侯友宜甲原体要安怎配合，依然无共识。在野整合也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。外界最近是一直回谈，是不是可能外界合理？但伫函表示，两人大部分是讲政策方向配合议题，无讲伤过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